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最近这个网络顶是出现着未少臭扑茶的投资的诈骗。伫苗栗，有一个70岁阿伯走到银行要汇20万要买臭扑茶，银行员甲员警怀疑这个阿伯拄着诈骗，一个甲问真正的。阿伯伫网络顶熟识一个女网友，女网友的姊妹伴甲介绍，讲有一种古树臭扑茶，买着就趁钱。这个阿伯坚持要汇款来买茶。加在员警甲银行员一直解说互听，阿伯才了解，原来这是一场感情的骗局。穿深色外套这个老先生去银行，讲要汇新台币20万，银行员惊讲伊互骗去，请警方来问伊要买什么物件。买什么？买喝茶。这个70岁陈老先生讲，伊伫网络熟识一个叫淑娟的女网友，两人讲话真投机，互相以翁某的称呼。对方介绍伊熟识伊的姊妹伴，甲介绍一款300年树龄的古树普洱茶，讲起价空间差不多7000到12000块美金，伊真相信，走去银行要汇款。我不会在乎这个恶商途中。不是你在不在乎的问题，重点是你愿意被骗吗？加在员警甲银行员一直甲苦劝，伊才知讲这是一场感情的骗局，随取消汇款。是讲最近网络出现袂少普洱茶，也是臭扑茶投资诈骗案，敢真正会趁钱？业者讲，肯久确实会起价。一般普洱茶就是放越久，当然是越好喝啊。本来它这种东西就是有限量就对了啦，产量就是不大。你如果买对了，当然是会啊。生意人嘛表示讲，虽然普洱茶有价值，也过短时间内无可能起遐悬。另外，网络嘛有真侪不肖的人士，强调讲卖拢是古树的普洱茶，也过内底有可能唔是真的。上保险的做法就是亲身去实体店面，请头家泡互你试啉，安尼较袂互骗去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